讲到读电路这件事情，虽然我自己有一个习惯哦，我一定会拿出纸老笔做嘛嘅喏，然后每个东西先写下来，安尼去到现场才唔会乱买。要送礼嘅时节咧，我先了解到对方中意嘛嘅，个唔买好过后，我就得了解包装一下。其实收到嘅人要感受到人嘅心意。像大摆啊，我专门理解下，我妈妈喊过我婆就讲，唔是买嘛嘅，唔是买嘛嘅。结果佢收到一个电路嘅下，其实佢心感度咪非常嘅強。接下來，我來紹介到嘅機型係做麥嘅，一個機型非常嘅實用，因為用來表達在時間地度，因為要安排做嘅事情，不然做得了解到目前時間嘅安排係用擺起，非常嘅實用。日常生活當中，有可能會講到事前準備還愛做麥嘅，又或者送他進前還愛做麥嘅。一條就係直接會講到嘅話，透過應用型嘅機器學習，就得清楚嘅了解，知道一個時間當中，我來做乜嘅項目，做乜嘅。華語的意思是做什麼，客家話做乜嘅，華語的意思是做什麼？首先做得準備做乜嘅？華語的意思是先前能準備做什麼？做乜嘅？華語的意思是做什麼？送茶前需要做乜嘅？華語的意思是上車前需要做什麼？做乜嘅？華語的意思是做什麼？出門前需要做乜嘅？華語的意思是出門前需要做什麼？家下學到嘅做乜嘅一個機器，接下來就會透過短劇來看一下阿媽老阿娘哦，所以佢哋要轉家鄉之前，要準備乜嘅東西，要做唔得唔記得乜嘅。